係各位朋友，咁呢幾日咧黃金咪跌翻穿4000蚊啦。咁有啲朋友上我講黃金嘅走勢啊，咁我就即係從我而家睇到技術分析嚟講咧，同埋睇翻歷史咧，同埋睇翻央行嗰個即係持金量咧，即係我個人覺得就黃金就係有少少近似咧，即係上一次2011、12年嗰陣時去到1900蚊。跟住到頂啦，慢慢再跌翻落去，即係嗰個形勢啊，即係有啲似崩盤啊。咁去最高咧去到4300，即係81.37咁啦，即係彈翻現。跟住咧就出現咗射擊之星啦，跟住極之大陰燭啦。咁而家就即係跌落4000蚊啦。咁其實今次咧你由2000蚊上到即係差唔多4000蚊，其實都係用咗唔夠，即係2年時間，一年到咁上咗嚟咯。而最近咧，即係8月開始又一次急升啊，即係由3400嗰啲又升到上4400啊。咁咧成個行為咧就，如果睇翻歷史咧係有啲重複翻，即係第一次2008年美國印錢嗰陣時，大概黃金係1000鬆少少。印完錢之後咧，即係印咗1倍錢咧，黃金咪大概升咗1倍，你由1000蚊升到1900蚊，升到1900唔再上之後，咁點咧嚇？咁如果我哋喺即係用翻上一次嗰個模式，譬如今次上一次1900等於黃金要4300咁啦，咁會點樣跌咧？咁你睇翻黃金咧，今次係升得比較急啊，但係黃金咧係都會跌，但係好少話好短時間之後跌一半咁樣嘅嚇。咁如果跟翻上次咧，通常點樣跌咧？就係比較短時間之後會跌2成，即係可能黃金如果從4300跌2成咧，可能去翻3600啊，但係佢個平台就係3400、3500呢啲平台走咗好耐，咁所以我就覺得有啲咩即係會比較有可能咧，就係黃金而家咧會繼續向下調，可能先調到譬如上一次上嚟個平台3400啊、3500度嚇，咁3500咧跟住就會有支持噶啦。咁啊支持咧可能都會維持幾耐時間啦。咁你睇翻上一次咧，其實都係有啲類似嘅1900，跟住咧就去到差唔多係1000，即係20嗰陣時係2012年到啦，去到1700啊、1600呢啲位。咁即係2000去到1000、1500、1600呢啲係落咗去最低咧，就係1500幾啦，即係差唔多係跌咗2成之後咧，就揾到支持位啦。咁到支持位之後咧，咁就又上翻去，又打橫行咁樣。咁呢個打橫行咧，大概維持咗幾耐咧？由高位去到即係跌穿第一個支持位，大概係13年、11年，大概係1年半到啦嚇，即係1年半。咁1年半咧就即係如果搬翻嚟咧，即係而家開始咧，可能就會發生咩事？就係由4300可能去到3400啊、3500啦。我覺得因為呢個上次個支持點。咁揾到3400、3500呢個之後咧，就喺度行，大概如果跟翻上就一年幾咯嚇，即係可能喺3500啊到有機會到4000呢段時間打橫行一段時間啦。咁跟住之後咧，呢個支持位都冇埋啦。呢個支持位都冇埋咧，要跟翻上次咧就會跌穿支持啦。跌穿支持就一路沉底啦，沉到1000蚊度。咁由跌穿呢個支持到去再沉下一個最低支持，又行咗幾耐咧？咁啊，大概行咗2年幾3年嚇，即係2年幾跌穿嗰個2013、2001、20睇先20，應該係2年到啊。咁即係如果跌穿3500呢啲位咧，咁就會再沉底啦。沉到幾時咧？就沉到美國沉到翻去印錢嗰陣時嘅水平。因為上一次最低咧由1900到差唔多1050度啊，嗰度呢啲1050，大概就係美國2008年印錢嘅水平。咁如果咁嘅話咧，黃金今次咧，如果你話係美國 QE 造成嘅咧，咁就係2020年 Covid 嗰陣時啦，印3月嗰陣時印嗰陣時黃金幾多係1600。咁要跟翻呢個比例咧，咁即係話咩咧？黃金首先就會沉咗底先，即係會揾到第一個支持，可能3400啊、3500呢啲位，沉咗底之後咧，就會喺3500啊到4000呢啲打橫行年幾2年啦嚇。年幾2年之後再跌穿咧，就
可能會直插去到一半位，或者啱印錢嗰陣時嘅水平，即係會可能去翻幾多咧？即係4000幾嘅一半，大概2000鬆啲啦，或者去翻2000鬆啲，1600到2000鬆啲呢啲位啦，有機會去翻1600啊。咁啊，1600就應該唔會再低，因為你先印咗錢出嚟啦嘛，即係咁，所以但係呢個可能又過2年到嚇，因為黃金今次急升係急嘅，但係黃金就好少好似股票咁樣急升，跟住又急跌一半咁唔會嘅，因為你始終啲人買咗，佢等啲人 hold 住，未必要買啊嘛。咁就即係我預測，如果跟翻上一次就個行為咁樣，咁呢個都唔係話黃金今次係咁樣，上次係咁樣，佢之前幾次都係有啲咁類似嘅行為，即係升完之後咧，去到咁上下咧就調整兩成，跟住就打橫行，可能年幾再跌穿呢2成咧，就再沉底咧就沉到底噶啦，咁啊再可能要花即係2-3年時間就沉到底，跟住再會有下一波嘅大升，咁再下一波大升可能就唔係去到4000幾咯，下一波大升落嚟8000啊6000咁，但係呢一波嘅大升咧，我相信就應該完結㗎啦。咁就因為黃金而家其實你睇翻，你當然睇翻好多人唱好或者咩，但係大行唱好，你記住你要睇下做啲咩，佢可能發報告可能唱好，咁但係自己本身係咪要沽，係咪會沽咧？你唔知㗎。所以可能有啲亦都係一邊買 ETF，即係大行一邊就係沽黃金啊。所以就唔好話即係大行唱好就一定好，因為你大行唱好你係好易啫。咁但係佢係咪背後係咪真係要自己有冇沽咧？你要睇翻佢嗰個數據。咁最重要就係咧，喺呢一個季咧，呢2季其實央行已經冇乜點樣參與黃金嘅買入㗎啦。係印度央行、中國央行都冇乜點樣再增持黃金喺呢咁嘅水平，即係4000，即係你話央行會再支持就唔會㗎啦，即係喺呢水平就唔會㗎啦。我諗除非佢調翻落嚟嘅啫。咁央行最多譬如中國央行同埋印度央行咧，最買黃金上一波就係大概2022到2023年嗰陣時，即係翻2-3年前就買過一波嘅，即係升得比較急啲。咁近1-2季咧，其實你唔係點樣買㗎啦。咁所以其實黃金已經冇央行支持。咁而家炒作，即係大家都係可能炒緊特朗普或者炒緊美國，會唔會有啲咩事咧嚇？咁但係如果炒作嘅話，佢就唔會維持得耐嘅。咁所以呢個就係一個即係我發現嘅一個可能係現象啦。大家如果係手持黃金嘅話咧，即係就小心啲啦嚇。即係就同埋睇翻大行佢本身查一查佢有冇即係一邊唱好一邊沽咁樣啦。咁大家留意下啦。